为自我社交，公益夫妻在息。相话离婚不爱，意相也相了，不过各自。为了你志向是为在想，相话不过各自以抗呀。记者先小李先，他给将乱翻话，记者先下下，先呀，李先方有建立为上呀，他给刘的将呀，将记这乱，记者将呀，相话。最在会上记者关注医师患的无行事和救一技人如其比就相话一技人二不叫也两字相互机会不掉七节也相话七节一定得也丢三各方或归向三人客事，小人不样，相话三人客事，快呀，若是只有一如将日改，相话将日改有所以呀，就我双人不有，不如四人之欲者，是小技巧，相话。当人不有，不如舍人之时呀，是小技巧的带来呀，想了如其小的相话，如其小的何可救呀？理者先消耗一者如其理无有理反话理者先留的中呀消耗一者理出中呀如其理无有理不小心呀随当为风流影呀相话会在对象理者关注一心并不孤行除了如其理理相话如其理也不是结呀就是一个人先给相话就是先给相一形情呀若三理者正向理色大川相话理者正向微不动呀就是正下会忙信用或归向三人有相有大觉相话正结会忙自行呀两我正结会忙君子是讲有夫的相话君子是讲机会食呀上叫有夫有饮酒无叫如其少有夫是事相话饮酒如少也不必的呀富挂端上偏
腰太极，然后腰乾坤，腰乾坤，然后天地是稳定的。古手是以乾坤示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现，有天地之间者，以万物。古手是以尊者营也。尊者不自牺牲，不生不亡，故修是以亡。亡者亡也，不自敌也，不敌不可不用也，故修是以思。思者应是之道也，应是必有相，故修是以相，相必有将起。故修是以思，思者将也，将必有所避。故修是以避，避者避也，避必有所票。故修是以消票，不票然后有理。故修是以逆，逆而泰，然后安。故修是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相通，故修是以辟；物不可以相辟，故修是以动人。有动人者，物必归焉，故修是以大有。灾者不可以迎，故修是以谦。有大力量谦必有，故修是以有，有必有随，故修是以随。以虚随人者，必有随，故修是以果，果者随也。有事如何可待？故修是以灵，灵者待也，不待然后可观，故修是以观，可观如何有所合？故修是以说合，合者合也，不可以过合而已。故修是以理。地者色也，地色然后生，色自然，故修是以色。色者色也，不可以将之，色强上犯下，故修是以学，学者不亡矣。故修是以无忘，以无忘然后可调。故修是以大调，不调然后可用。故修是以移，移者用也，不用者不可动。故修是以大个，不可以将个。故修是以含，含者含也，含必有所理。故修是以离，离者理也。下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从，男女之道，不能无合，三也。故修是以含，含者感也。相感则为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以不救也。故修是以行，行者救也。不可以救孤其所。故修是以尊，尊者退也。不
不可以将顿，我修是以大壮，壮不可以将壮，我修是以进，进加进也，进必有所相。我修是以灵鱼，鱼加相也，相有为者，以换其他。我修是以杀人，杀得强的怪。我修是以计者怪也，怪必有难。我修是以见者难也，你不可以将难。我修是以害者冤也，冤必有所失。我修是以顺而不义必逆。我修是以逆而不义必怪。我修是以怪者怪也，怪必有所无。我修是以恶者无也，不相无而何助？我修是以罪者助也，主理相者为之生。我修是以生而不义必困。我修是以困，因何相者必还下。我修是以静得不可不洁。我修是以洁不者，落入定。我修是以定，知其者落入中子。我修是以静者动也，不可以将动。记之，我修是以静者止也，不可以将止。我修是以渐者静也，静必有所归。我修是以归乱，以其所归者必大。我修是以方者大也，将大者必是其故。我修是以女无所用。我修是以顺者日而何一？我修以对者一也，而何善事？我修是以患者离也，不可以将离。我修是以者行之。我修是以丈夫，有其行者以行之。我修是以小个，有个不者不贼。我修是以记贼，不可讲也。我修是以理贼将恶。段前方宽容，利乐富有，连贯之义，学无学究，分见理不是其故，往三里度，进气也，进气也，分一行非之事也，大跳时也。无望在也，随处理相不来也，险境的无态也，世他之也，必无学也，为先的顺服也，随无过也，恶接学也，大难也。好患也，进救也，灵于多也，健康的困相互也，含索也，行救也，患离也，杀死也，害官也，见难也，结贵也，家人类也。
七彩翻译类样，大众节制，真节退呀。大有情呀，双人亲呀，一起过呀，定出心呀，小哥哥呀，中夫性呀，空德国亲伴侣呀，理想里看下呀，小跳伴呀，你不出呀。思不尽呀，想不清呀，大个边呀，理用情呀，记者定呀，理者男之强呀，归梦女之中呀，将女归台南行呀，过故呀，有武功呀，怪怪呀。光国日呀，君主得定，小人得逍呀。金刚经。先来读正开经题。无相心亲离了法，1000万家难得故。我今见闻必修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金刚拍摄破了一经。发挥因由分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不在社会国，其实结果读完，有大智启上。千别，我是人故，你是世尊，一时着衣持法，日社会大成其实，有其心中处得其意，还是本处换昔日，修一观，先教义互中理德。前天7000分地理，时将那苏婆皮在大将中，即将得起偏袒又惊又切，不得合将将将离别回言。其有世尊，如来善荷念诸菩萨，善护着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闻何应付？闻何降伏其心？不言现在，此菩提如你所说，如来善荷念诸菩萨，善护着诸菩萨，你见对听，所为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故，如是降伏其心。为前世尊，愿恼欲闻。
性正方分第三。佛的诸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福之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愿生，若胎生，若色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若非无相。莫界灵日无有涅槃，离灭多智。如是灭多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多者，何以故？诸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妙相无不分第四。就此诸菩提菩萨无法，应无所住，行无报事。所以不住食报事，不住心香味触法报事。诸菩提菩萨应如是报事，不住无相，何以故？灭菩萨不住相报事，其合别不可数量。诸菩提无以温和，东方虚空可数量下，佛也世尊。诸菩提南西北方四夷上下虚空可数量下，佛也世尊。诸菩提菩萨如住相报事，合别实修如是，不可数量。诸菩提菩萨但应如所告诉。如理是千文是咯。诸菩提无以温和，可以心想见如来哈，佛也世尊。不可以心想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发心相，即非心相。佛的诸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性是有分得了。诸菩提得佛言，世尊，可有众生一闻如是莲花将故，先是心下。佛的诸菩提莫作是说，如来别何我别说。有其界修学者，无此将故，灵性信心，以此为师，当知是人，不有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种成经，有无量千万佛。所讲诸成经，本是将故，乃是一念性信者。诸菩提如来悉知即见，是诸众生，即如是无量福德，可以觉。是诸众生如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可以觉。是众生若先此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普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可以觉。若普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个不应此法，不应此非法，以是二个如来相法，必定必听。
以我说话如花如霞，发上并下，何况回花。无地无沙分地切，师菩提无义温和，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依所说法耶，师菩提言，如我解脱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可以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处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结合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离有差别。依法出现分第八，师菩提无义温和，若人愿三千大千世界七道，一样都是人所得福德，名为德行。师菩提言，善德世尊，可以讲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个如来说福德多。若有人有诸经典，修持乃至事故指定，为他人说，如何相比？可以讲师菩提一切诸佛，亦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该将诸经出师菩提，所以佛法者，即非佛法。一相无相分是相，师菩提无义温和，师德还良作是念，我的师德还更好。师菩提言，佛也世尊，可以说师德还良为一条，离无所入，不入色相相离出法，是良师德还。师菩提无义温和，师德含良作是念，我的师德含更好。师菩提言，佛也世尊，可以讲师德含名一往来，离世无往来，是名师德含。师菩提无义温和，阿那含良作是念，我的阿那含更好。师菩提言，佛也世尊，可以讲阿那含名为不来，离世无不来，是个名阿那含。师菩提无义温和，阿罗汉良作是念，我的阿罗汉德好。师菩提言，佛也世尊，可以讲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用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德，即为着我人众生者。世尊佛说，我的无尽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利益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利益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的阿罗汉德。世尊，这不说师菩提是闹阿难那行者，依师菩提是无所行，离名师菩提是闹阿难那行。公羊
净土分地识。不过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世界坚定佛所，有法应所得哈，佛也世尊。如来在坚定佛所，有法是无所得。诸菩提无以温和，菩萨庄严佛陀哈，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陀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诸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清净心，不应自色成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成心，应无所住离心之心。诸菩提譬如幽人，心如分散王，无以温和，是心为大吼。诸菩提言心大世尊，何以故？佛法非心是名大心。无为学成分第诸菩提如行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顶行河，无以温和，是诸行河沙名为多行。诸菩提言行多世尊，但诸行河上多无所，何况其他？诸菩提，我今是言做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百万所行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以用作事，一学多学。诸菩提言行多世尊，不过诸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有此经中，乃至修持四故其定，为他人说，离此福德，圣贤福德。观中正教分第12，修出诸菩提，随法其间，乃至四故其定，当知处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该应相应，如何他了？何况有人尽量修持特相？诸菩提，当知是人成就世上第一自有之法，若是真正所在之处，即为有法，若尊将世故。如法修持分第13。此时诸菩提的佛言：世尊，方何名此经？莫定云何弘持？不过诸菩提，是经名为金刚不碎陀罗尼。此是名字，你当弘持，所以假合诸菩提，不说不碎陀罗尼，即非不碎陀罗尼，是名不碎陀罗尼。诸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所说法后，诸菩提即是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诸菩提无以温和，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行。诸菩提言行多世尊。诸菩提
是离尘，如来说非离尘，是名离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诸菩提，我以温和，可以32相见如来哈，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一见如来，可以个如来说32相，这是非相，是名32相。诸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行荷沙顶心灵所事，若有人有处敬重，乃至修持四智顶，为他人说，只好心多。理想100分14。此时诸菩提文化世间天界而处，天地而处，而不忽然，只有世尊佛说，如是心天平等，我将昔来所得慧眼，离将一闻如是之经，世尊，若有人一闻是经，心心清净，一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是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世尊，我见一闻如是经典，心在受持，不着为难。若当大世何我得世？只有降生一闻是经，心在受持，是人即为第一是有。可以讲，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降生相，无受假相，所以假合我相，这是非相；人相、降生相、受假相，这是非相。可以讲，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不得诸菩提，如是，若有人一闻是经，不经不报，不为方知是人，心为虚有。可以讲，诸菩提如来说第一婆罗蜜，即非第一婆罗蜜，是名第一婆罗蜜。诸菩提念了婆罗蜜，如来说非念了婆罗蜜，是名念了婆罗蜜。可以讲，诸菩提如我实为歌利王，一切身体，我有面时，无我相，无人相，无降生相，无受假相。可以讲，我有往昔积极之该时，若有我相、人相、降生相、受假相，应先成形。诸菩提，月念过去有我得世，作念力成人。无你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降生相，无受假相，是故诸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成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成心，应心无所自心。若心有自，即为非自，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自色报事，诸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果，应如是报事。如来说一切诸相，这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诸菩提，
如来是真故者，实故者，如故者，不光故者，不异故者。诸菩提，如来说的法，诸法无实无虚。诸菩提，若菩萨心就有法，而行做事。如人一眼，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足法，而行做事，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性。诸菩提，将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了此经，受持佛相，即为如来。依佛智慧，识知是人，识见是人，该的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功德分第15。诸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入分以行和法定心做事；中入分又以行和法定心做事；后入分又以行和法定心做事。如是无量1,000万亿劫以心做事。若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灭，即获圣智，何况私下修持佛相，为人解说。诸菩提，只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衡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圣驾刹，为法最上圣驾刹。若有人明修持佛相，况为人法。如来识知是人，识见是人，该的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定，即为阿难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个诸菩提，若能消法者，若我见人见，相心见，受下见，即有此经，不能平修佛相，为人解说。诸菩提，在此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下，该应恭敬，福利无量，以诸华香离散之处。两境入相还第10条。有此诸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持佛相此经，若为人听见，是人先世罪业应对恶道，以今世人听正果，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莫念过去无量阿僧之劫，有缘定前，得
440,000亿马由他过活，世界中央幸福，无抗作者，若后有人有何不舍，连小持托上出境，所得功德。有我佛中央不复功德，一群不结业，一千万一群，乃至算过譬如所不能见。诸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何不舍？以小持托上出境，所得功德，我略过佛者。亦有人闻心即狂乱，何以不信？诸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可报也不可思议。无我分世一切，你是诸菩提的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度？云何降伏其心？不过诸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往生如是心，我应略度一切众生，略度一切众生意，而无有一众生是略度者。可以讲，诸菩提，了菩萨。有我相、人相、相心相、行者相，这非菩萨，所以假合。诸菩提是无有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诸菩提，无以云何？如来有严定佛所，依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佛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如严定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诸菩提，是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严定佛亦不有我行事。你有来世，当得作佛，可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个严定佛有我行事。这是言，如来世当得作佛，可释迦牟尼，可以讲，如来家是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是无有法，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是中无是无依，是个如来说一切法，乃是佛法。诸菩提，虽然一切法者，亦非一切法，是个凭一切法。诸菩提，
譬如人心中在，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心中在，即为非大心，是名大心。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不是言，我当列度无量众生，即一名菩萨。可以讲，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个不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行者，须菩提，若菩萨即是言，我当庄严佛陀，是一名菩萨。可以讲，如来说庄严佛陀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一切相关分第18。须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肉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天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慧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法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有慧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无以温和，如行河中所有沙，不说是沙何？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无以温和，如一行河中所有沙，又如是沙境行河，是诸行河所有沙所不世界。如是名为多何？尽多世尊。不可须菩提，你在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众生，如来悉知可以过。如来说自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假合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法界通化分49。须菩提，无以温和，若有人愿3000大千世界七错。一样报是人，伊是因缘适合多行，如是世尊。此人伊是因缘适合善多。须菩提，若学得有时，如来不说是学得多，伊学得无过，如来说是学得多。理想分别理修。须菩提，无以温和，不可以无着色心见何？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无着色心见，
可告如来说故作色身，即非故作色身，是名故作色身。是菩提无意温和，如来可以故作诸相善法，佛也世尊。如来不愿意故作诸相善，可以告如来说诸相故作，即非故作，是名诸相故作。分段所说分是21。诸菩提，你不为如来作是念，要当依所说法，莫作是念可以过。若依言如来依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该我所说法。诸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你是回令诸菩提，亦不言世尊，可有众生有未来世，闻法是法，并信心下，不言诸菩提，智慧众生，非不众生，可以告诸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如法可结婚是22。诸菩提亦不言，世尊不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不得不言，如是诸菩提，若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消法可比，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心平生分是23。就是诸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隔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修者，修一切善法，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无比分是24。诸菩提，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孙善王，如是正七多数，有人持用做事。若人依此拍摄菩提经，乃至四故其境，有其特相，为他人传，有权学习，一分不及1000万一分，乃至万所譬如所不能解。话无所话分是25。诸菩提无以温和，意定不为如来说是念，我当所众生
诸菩提莫作是念，可以过，是无有众生如来所者，若有众生如来所者，如来即有我言众生是者。诸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诸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心分相分是26。诸菩提有意温和，可以32相观如来吼。诸菩提言就是以32相观如来，不言诸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观轮圣王即是如来。诸菩提若不言世间如我皆复所说义，若用以32相观如来，以是世间离法之言。若以实见我，以言性见我，是人性下道，不能见如来。无端无的分世27。诸菩提，你若作是念，如来不以故作上过，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故作上过，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你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发诸法全的，莫作是念，可以过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诸法不说全的相。不贪分第28。诸菩提，若菩萨以万情和沙定世界七宝七样所示，若有人是一切法，无我之行有念，故菩萨性点菩萨所的功德，可以过诸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果。诸菩提，是不言世间云何菩萨不受福德？诸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个说不受福德。为离结婚的19。诸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我，是人不解我所说义，可以过如来者，无所将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理想分第三首。师菩提六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大千世界翠为美瓶，为温和是美瓶上灵为多吼。师菩提言心多世尊，可以个也是美瓶上是有者，或者不说是美瓶上。所以食好不是美瓶上，即非美瓶上，是名美瓶上。世尊，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可以个若世界是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言，谈着其事。意见不相分第31。师菩提若人言不说哪件人见，相心见是这见。师菩提为温和，是人灾我所说义吼，不也世尊，是人不改如来所说义，可以讲。世尊说哪件人见，相心见是这见。即非哪件人见，相心见是这见，是名哪件人见，相心见是这见。师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有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境界，一切法相。师菩提所言法相，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变化分心分第32。师菩提若有人以愿无量无边之世界七世，是用作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其有此经，乃至事故之变，是其特相，为人恩者，如何性质？云何为人恩者？一次无相，如不动，可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说是经义，将那师菩提一次知之知求你，有波消有波移，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任何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